好啊 Hugo，今日拆嘅係呢兩盒卡，事不宜遲，差唔多開始拆啦。好，呢盒一開就已經出晒嚟啦，唔係呢盒，應該係話呢一盒已經開晒啦，同埋嗰盒，我哋直接快速睇卡位，睇下卡位，有靚卡位就拎出嚟啦。開始搜索 ，OK。咁可以慳好多時間。DSLR 唔講啊嘛。如果多咗啲，可以送俾你哋嘅。不過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一張黃色嘅背嘅啫。嚟開抽，好啦。首先睇下場景卡先，唔係 SSR 先。跟住到場景卡。到 UR 喎 ，AR 好啦，唉，一包服咗啲，係啊，下一沓，好，我直接由前邊開始睇。SSR， 我直接揾卡位。SSR， 場地卡。SSR， SSR， 呢張。SSR， 場景卡，場景 SSR， 包圍草。OK， SSR， UR， 包圍草 SSR 咁樣有。
UR 場景卡，普通場景卡啊，場景卡 SSR 場景卡都係場景，其餘全部都好似，仲有一張咩場景嚟都係亂，唉呀，都唔係咁有運咗呢盒，仲有隻 ZR， 上一盒就中咗咩咧？上一盒好似中咗 AR 同 UR 嗰啲。呢一盒中到嘅靚嘢就係呢3張，上一盒中到嘅就係呢3張，拜拜。